当初阿婆在 FB 哈连信就讲，黑莓呛老师下一首国本自己都诺贝尔被原创，要为他量身定做这样，结果被阿婆打枪。我的偶像哎，你敢跟他打枪哎？又好了汤哦，这样景气不好。对那来应征的人很多呀。是啊，有一位就打电话来，打电话问我说，我有应征上吗？俺黑说等候通知。嘿，你就来海公，你给我小心一点哦，我知道你哦，我每天都去跟踪你哦。来呀，你来呀。喂。老热倒你腿，老热中下來。好，馬上嚟進行今日嘅淘汰賽。天一禮拜咯，哎呀，大家加油啦哈！嚟比賽之前介紹下啲評審先生。六個你先生，前色嘅先生，右色嘅先生，總啲先生，金明業，金平業。用辦。羽中金挑戰賽。對啊，一禮拜我有流行歌曲我獎金的，一禮拜我有傳統組嘅哈，係啊，這本身嘅機會啦。嘿，哎呀，禮拜有流行組嘅哈，細阿妹請等一下嘛，請為從各位團表演，陳子怡帶來阿婆嘅書。哦，嚟睇下。大半夜，温暖甜蜜幸福。阿婆咪咪皮的爱，唱歌跳舞读书。爱爱阿婆嘅笑容，讓阿婆樣樣愛。失望你照顧愛，茫然走得落二邊。陳子怡，我3年啊，3年啊，3年咧，哎呀，故鄉人啊，故鄉人你咁樣練生啊？先年咧，有一啲嘅距離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哦，先咧12子宮啊，千里開咧，多才多藝，係啊，哦，外形又長得甜美，接出去都會表演呢。啊，接下看到啲臉書啊，啲當過，翻啦佢，哎呦，陳子怡咧，係啊，人接會有這樣出現啊，嘿。
一张嘢差不多有一度的表演的机会。差不多5次到6次吧。一张年了，哇，你场次比我还多。可恶！啊，都是去表演什么？唱跳。跳到安尼的耶稣国诶，是就我想说，每次奶奶都陪我来这边录影啊，就很辛苦，然后想要唱一首歌献给奶奶，想要献给全天下的奶奶。所以你就特别有唱罗国立老师推荐的呀？对，因有啊，罗国立老师，你有？耶稣国人来讲一下，嘿有一个看比较好玩的地方，所以讲，当初阿婆在 FB 哈连线的，伊讲，迄枚呛老师下一首国本自己都弄来表演唱，而为他量身定做这样，因为他本身他国标舞嘛，他国标舞跳得很好这样。那我就希望后啊，我就写了一个歌词，词是写他，就是我一个很活泼的会跳舞的女生跟旁边的狗词，好，然后用恰恰去写，因为我觉得他的恰恰跳得还不错，结果被阿婆打枪。阿婆说：“老师，我来写歌词啦，你帮我整理啦。”阿婆就很动听哦，给他按当年的老孙的相处的故事哈，给就写出来，就很白话的写出来。然后他们孙女之间，祖父女之间相处的感情，跟那种日常生活是故事下崩了宽，我再把它整理起来，好浓缩，然后把它用那个歌词的形式写出来，所以这歌词真的是阿婆写的，因为我的歌词被阿婆打枪，是这样。哇！我的偶像哎，你敢跟他打枪哎？所以呢。对啊，安尼结合起来创作一条同好的歌的啊，很轻快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没有被你打枪啦哈？没有。好。好啊，根本也还有嘛加分题，加做表演都同好的，那么加分题。我要跳拐杖舞。来，声音的动力好了，快点。享受自由自在的幸福，太不行喜爱的梦想。爱爱喜艳风，喜艳风情梦。梦想地图拿在手中，看着远方蓝蓝的天空，心中上得意的笑容，太普航喜爱的梦想。爱爱喜艳风，你爱的爱转来爱爱，3年3夜老二分享爱的故事，爱爱太太风风老二分享爱的快乐，爱爱啰里啰嗦产地你谈爱的故事，爱爱老快乐不一人般。好哦。对，阿婆真的发动到心思咧培养的个新秀啊。那发现到阿婆吼，伊伫啊你的走位还有定位，包括同时空的伊按钮会起的来片，钢铁会对来唱歌的，伊拢非常了解。真的好。与香港人的制作人讲，你靠边，这样会挡到我孙女的镜头。你怎么打枪罗老师的相关啦？嘿啊。好啦，那看起去他们拿到安尼奖金嘛，好不好？哎，陈子毅耶，分数。满意，只有一个人少1分，哈。好，不要理他。来，颁发奖金来。好。3000元奖金。恭喜哈！要赚些钱要把阿婆的空等，哈。好。空等啊，以后做奖，1人1半。哎呦，1人1半。怎么啊？1半？真的假的啊？不知道，要看他的意见。看他意见。
不要啦，就是全部给阿婆好了啦。我看你应该也不怎么会理财。对呀，也对，你那么小，你根本不懂得要怎么花钱呗，对吗？是不是啊，？先把阿婆空电啊，哦，南银行赌电。好不好？好先空好了3000元帮阿婆，对阿婆老阿公一吃烛光晚餐对，对不？以后大家结婚的时间做用啊，对吧？跟有家都有。好啦，啊好有喊做了了哈，再好来跳舞什么你啊本、唱歌本大家唱谢谢哈。好按这些好了，专业毕业当中。淘汰赛比赛规则：参赛者各创一首歌位，分数88分以上做得过关，分数没太多88分强势淘汰。好了，比赛之前呢，讲一下评分的规则。好，有请到罗哥嚟先生。大家好，所有嘅参赛者大家好哈。今日比赛呢係高压淘汰赛，评析。拿分呢，拿高分的关键呢，在于几个简单的要素。第一，就是除了基本功，也个音准，也个咬丝，也个节拍，也3隻基本的功以外呢，还有2隻重要的原因。第一呢，就係感情嘅投入。侬用埋用个感情来诠释一首歌曲。再来之后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上一个阶段，上一个阶段，先生所针对人个缺点提出来嘅建议，希望改进嘅素材，唔係每下礼拜有做到了。你有改进你的缺点，人个分数也会跟着被提高。以上提供大家做参考，谢谢，加油！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这个这样准备比赛。嘿 ，TV 欢迎用连峰带来，大家来管一笔。好嘞，唐哥。上一次评审老师说我发音不标准，这一次经过加强练习，要让评审老师刮目相看。今日有缘来相会，出彩谈酒表心意，好朋友啊好兄弟，大家来干一杯，干一杯又干一杯，人生在世有等，干一杯再干一杯，伤心事莫提。十九唱歌真欢喜，关于有天红天，南北也东西。干一杯又干一杯，人生在世就如意，干一杯再干一杯，伤心事莫提。十九唱歌真欢喜，关于有天红天，南北也东西。好多年啦哈，唔係，我唔係啊，哈家年呐，大家对啦，哎呀，同事养个好多年，陈建基啦，系啊，講去了嘅。講開了嘅，係講去了嘅吼，所以嘅音啊，你唱歌嘅歌詞應該對你嚟講冇乜嘅問題咩？嗯，誒，哈有問題哦，啊，還有問題，還能研究誒？哎係嘛，啊，哦冇啦喂，伊過少唱客家歌，哎，伊自從我來報名一個鬧熱的時間吼，全部所有的客家歌攏陳建基太過教伊嘅，係啊，好多人來教客家人，呢啲客家，呢啲乖啦嗬，係啊，要學當多咧，要學當到，係學到去多條嘅嚇，咪講下尾啊，嚇，唔好講客家嘅，呢件唔好講客家，唔係客家人，飲咗嚟，飲咗嚟。好，安尼所以都有幫助到啦，好啦，要啦，要啦。啊，你先談一下唔家唱嘅條歌嘅先生對有乜看法喎？嗬，嚟，誒，羅基利先生，其實像大家嚟講比一首歌曲啊，在廟路當中當當然唱過啊，當當然嘅版本，其實你做得
当作个标准的客家人唱的版本，因为每一学期就唱，电脑要请迄个好多人教人唱客家歌的，当奇怪啊！因为建议佢哋也比赛也有相当好的表现，但是佢哋较有问题的素材就讲，佢嘅老师佢嘅发言唔係標準，所以佢唔係標準嘅狀況下教，唱出來當然也唔係標準啦。佢呢度講，粗茶淡酒標什麼嘅咧？標示，佢家發言係標示啊，唔係標示啊，標示堂嘅有就啲啊，有好多人嘅發言，所以你應該好多人教。發言要錯誤自然就會出現了哈。今日有緣來相會，出菜談酒表心意。我還有如果今日較大眾嘅所在，歌詞我唔記得咧，兩隻重要地方，人生難得幾杯水，難得幾杯水啊，5隻詩唱兩遍唔准唔記得，唱唔錯嘅，也會扣起嘅分數，因為一直以來歌詞嘅完整度。老音準節拍要做些基本要求，一定要做到來，所以基本上，但是我要講嘅就講兩個優點方面，你唱歌嘅嗓音，你本身的音質是好的，是不錯的，你的節拍感也很清楚，但是做些前面好多人嚟講唱客家歌也只缺點，實在有相當大問題。假使唔係繼續留下來，一個舞台吧，你咪好好研究看兩個學習嘅方向。現在網絡這麼發達嘛，你網絡上行動到一個歌手唱嘅歌，客家歌。好冇？好，加油！好，謝謝。頭先講咩啊？講下講咩？車貴頭肉多。唱貴哪肉蛋啊？這萬語唔寫的寫成現語。哎呀，來，分數嚟看一下嚟。楊連峰嘅分數。後面唱到貴嘅，哎呀！唱到貴，係這樣，係咪貴啊？冇啦，經紀兄佢啲節目公司嚟講嘅表現都本來就不差，對，係啊，但是佢也用到 YouTube， 按簡單電腦點下落去，點寫樣客家來講一筆客家歌寫落去，馬上都跳出來，係啊。安尼伊學到經驗的啦，伊前面有學到的，唔好講好多人學客家話，唔要緊啊，搶死投胎，好嘛？好，搶死投胎。好，安尼先做咩當我做，好嘛？按姿勢，好，按姿勢，好。好嚟，接下來呢？從香曲帶來還會記得愛麼？彈過啦。我今次帶來一首你還會記得愛麼？就是希望愛所有的好朋友唔會記得愛哦。
位主持人哈，哎呀，米龙子公，哎呀，海军好，传统组的体面的创作歌都冇咁用，不同凡响啊！哈，唔止传统组第一名，去老杯比赛吼，全部嘛第一名。真的呀哦，假？米龙人比赛一定会第一名。啊，你强哦！这么这么的贵哦意。思讲，头摆参加比赛直接全部是第一名。啊，蛮冇啦。因为叫都贵啦。看当时的状况嘛哈。啊，哎呀哎，呀，条歌迄特别吹那要比赛口袋名单都头呀，口袋歌曲。流行歌比200歌，嗯系嗯哼，系啊分数曾经样办，唔会查，唔会查。很做的，就你等。流行歌第一名啦。啊，你阿哥第一名，啊，迄个传统的第一名，迄个，啊，传统的咩传统第一名，流行第一名。第一名。啊，你要不要准备个发第一名？做得冇？有信我心吗？一定爱成功啊！我一定爱成功，功，我一定爱成功，功。来那边欣赏的贡品。智慧老师， OK， 相信人家上吼真件动特别吼，可能因为从传统的关系，所以你懂擅长唱传统的关系，所以人家上先啊，一直在那种很小调的感觉，所以从迄安尼歌曲的感觉当中呢，你就表现都懂刺眼，吼懂刺眼，所以讲今比可能讲表情的问题，其实我对迄懂很肯定的。吼，同赞同咱的唱法，也还做讲有上时啊，可能表现以外呢，可能也技巧也掉吼，可能要注意一些东西。所以讲其实也上音比较偏中高音，所以有上时安尼较大音的东西，较发挥唔下去，所以可能我转下去以后转唔下去，所以上先就弹起来会飘飘的，好弹起来会飘飘的，我感觉唔到，你想我冲到会几只音，就卡在中间，吼，会较大声。你无情也你无义，中爱孤单诉苦心。其实我讲一下吼，要摆长水在动态片，就会得啥有得啥无同样的特色，好，所以变成考验着我们这些评审。好，所以可能我也得分数的方式，有上是可能无嘛同样用我态度。我的态度方法的话，我把他们几乎当作我完全不认识你们，所以对我来讲，也给他们全部在观察你们，所以我本的分数的方式就会看，你今比表现係咪在我的标准之上？如果是，那就不及格。好啊，所以今比呢，其實表現當好啊，所以說的分數的當中呢，我們看到的你是肯定的啊，安子 say。哎呦，好分数。中香曲嘅分数。真的吗？做的，继续加油啊！好，谢谢。好，米农人的木工样啊，哦，赞，听听的喊啊，好，真味道错。好，接下來主君府帶來從頭來歌。好，嚟等下啦。今日帶來嘅歌曲係我嘅啟蒙先生蔡偉先生嘅歌曲《從頭來歌》。耶穌歌該快唱，故所今日我來挑戰看看，希望做得過關。本來鬧多，寧靜而快樂，也感覺人世閒熱做，問地到也嘅藝已見一來一落，同人嘅笑容。在也看到，還記得頭擺，老你談戀愛，浪漫嘅故事有幾多？
路上多缘嘅誓言，竟然推卸铁做，无盼第你做出家人路。我从头来讲，爱上从头来讲，爱上从头来讲，爱上。爱上，从头来讲，爱上，从头来讲，爱上。你还袂记得吗？你还袂想起吗？你同样的梦。好情种子希望，别忘记伤苦伤，留下一个笑容，爱你童年的梦，好情种子希望。来讲，爱上，从头来讲，爱上，从头来讲，爱上。从头来讲，爱上，从头来讲，从头来讲。上，爱本来流动，人生已快乐。台长好，罗哥好，台长好，大家好。哎呀，不差那条国的后堂哦。好听哦，做的很哇，那个都亲黑不 S 姐有没有？哇，那个音乐整个升华起来。哎呦，这个小康老师，你看，哦，头发剪的都不一样，哎。对，脑袋也换了一样。是啊，是啊。没有，反正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换一个位置才换一个脑袋，不是、啊、头发剪掉就换一个脑袋、啊。不是，我觉得不是一个问题。您讲啊哈，因眉毛青春油，好，他花半价的钱去秀了眉啊，漂了眉，整个人都开了。难怪我今天就看不一样他比较顺眼。拍摄冷落。不好意思，你要不要去漂？哎，啊，他的眉毛很够。有哦，有，下午漂过了。好像哈。下午漂过。很累哈，漂了一下，很累哈。啊，对啦。我们那个坐着要很久的时间漂，红天嘛，我上衰呢。好啦，不要这样。谈公平了嘛，来，尤老师。俊甫哈。其实我觉得实力、潜力都好呢。跟一个上哈，那中低频那部分呢，其实你单田力算是都强，而且你上底被透露的一个就是自己的音质特色，有没有？其实你还辨识度都高啊。但要改变一下，就是因为你唱雨薇老师的歌哈，可能你在观念上面可能要做一个调整，因为你刚刚个 key 哈，讲到动带，你最少跟雨薇差了大概最少了，我一这样听起来4个半音最少。低了4个半音，4个半音就2 key 了嘛。对，最少，因为高频的部分哈，它差了差不多3个半，就3个全音，6个半音。因为意思是讲，你个上哈，单元器很强哈，但是你可能专业要特别上一下的问题，就讲你要手语的上全部变到这个舌根音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舌根音的部分有没有哈？其实因为你想要冲感情的时间，你把声音压平的，从头来过。从头来过，这基本上根本没唱过哎。从头
条来过，爱上从头来过，爱上。但是我对你的声线底背有糖豆它有很强的一个特色在，所以麻烦你就不管成绩怎么样哈，我很看好你。你对他单连力有拉起来的话，你给中高频出来哈，我跟你讲辨识度非常高，所以你要先把那单连器来起了，你刚刚只有用不到3成的力哦。好，哎对，加油加油。好的，看一下分数。主军服的分数。比赛各位，他都要对着镜子。哦，就让你不点那种的有吗？怎么冲啊？没有啦，就是看一下还有没有呼吸那些，没有啦，正常的呼吸佳杰的声音非常的特别，那我觉得很棒，但是很可惜哈。好的，看一下分数。主军服的分数。刚刚好哎。嘟嘟，你还有机会继续留下来研究。好，这个休息一下哈。好，下来。通家吉带来落地歌。通啦。大家好，今日我要唱的歌是落地歌。耶稣歌唱的就是我野海的心情，希望留大家分享。总一个中寒，中到夜里向远远嘅天内风，爱爱上机，关机浮浮嘅北风，点点上灯。成一天，种一个种下，种到夜里向安然嘅天内风，爱会发芽，糖豆嘅姜出嘅绿香，新芽样的春风游，按不够太，少男音心田，韩国嘅路不是反转头。头塞着一水尽头，孤勇的山歌世世传。种一个种下，种到夜里向远远嘅天内风，爱不问那，爱做伴，开做一类无奈嘅香。种一个。种下，种到夜里向青年嘅天内风，爱会结子，浩瀚放出嘅世界，结做一声音清江嘅书声，爱会结子，浩瀚放出嘅世界，结做一声音清江嘅书声。杨曼，琪琪，啊，琪妈，琪妈，唱到可以吗动动心虚哈。啊，冇冲好啦。有吗？嘿哦。唱的走音还是怎么样？忘词哦。嘿嘿。你头歌冇熟嘿哦，冇一熟。咩唔会啦，只会大概唱闪声。哈，冇得就加。挺紧张啊！哪你会紧张？哪有经验咩？哎呀，多少啦，多少会紧张。看那你要不要影响到动态嘛啦？哦，先躺下欣赏那边想的歌。总飞欣赏。是佳杰的声音非常的特别，有你很有特别的特色，那我觉得很棒。但是今天忘词这个是很可惜哈。OK。来讲，你今日唱两个歌哈，我觉得你们创作的歌手有的时候，把自己的声音放得很松来唱，好但是记得开口的第一个字不能让人家听不到你唱什么，好，你
中气个中哈，你要气音也是中气个，我也可以听得清楚啊。绝对你们要表现自己很松的东西，但是记得你肚子要有力气，你整个是放松的。中气个中哈，然后那个听爱哼就不见了，所以你那个演一个听爱哼。哼要上去啊！你3个哼都不同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肚子的力气没有，你是放松松的，嘴巴也松松的，气也松松的，整个都松松的，所以你的轰风吹到哪去都没有一个定性。你讲客话的时候，你的字是清楚的，我们听得很清楚，可是不要在唱歌的时候就。爱心感，而且就全部变成这样，气带出声音，唇齿要能够听得清楚你在做什么，肚子要有一点力气，我们才能够知道你的声音的稳定度。否则，你看你走到最后，你的音就会飘掉。好，这就是你可以去加强的地方哦。很可惜，但是我觉得你很特别，所以加油啊！所以加油的某个意思。所以你很特别，所以我很喜欢他的声音。哦，那应该是会有保留的这种状态的，稍微哈。好嘞，可以哈，可以把它播出来了。大家的分数。没办法了，最大的机会了哦。哎呀，那公平公正嘛。不，枪死投胎。枪死投胎。好，先生教我讨论来，1分钟来，哈。好，好嘛。好，希望有机会。好，很好。休息一下。好，仔细不用讲说哈。好，撒下来呢。车鬼妹带来相思苦闷重填。来，当我啦。上次来评审欣赏，讲那个名人来香肠，礼拜要特别注意，希望今晡日做得顺利过关哦。你送来的条帕链，韩国菜爱向前，им那云烟不变，边缘伤情怪可怜，还有千言万语记在心田，相思苦闷重填，隐隐的思念见面，陪在爱身边，还有千言万语记在心田，相思苦闷重填，隐隐的思念见面，陪在爱身边。谢谢两位主持人好。你好。电视机前面的朋友、观众，大家好。好。哎呦，我记得7、8年以来啊，哦，由于学歌唱以外，又系学舞蹈。哎呦，很强哦。还学跳舞啊。哦，好来种的呀。系啊，跳乜嘅舞？客家舞蹈。客家舞蹈你有跳啊？舞蹈做嘛有分客家。他就是专门客家歌。客家就是单独个人这样跳的。就是好几个人，然后都是单独跳，没有那样手牵手的啦。哦，没冲锋连接。没，共人跳共人的。共人跳共人的。系啊。哦，那迄啲客家。系嘛？嘻哈。就是一些客家歌啊，还有什么蒙茶龙啊、凯丹啊。哦，还是那种哈嘎有那种蚌壳精的那种蚌壳舞，有没有？我是
公八婆有嘛？啊，公八婆，公八婆没做对啦。还有莫搞哦。係啊。還有教嘅男裝細妹咪有教過。哦，男裝細妹嚟跳嘅。嗯。係機會唔記得咧。哎，剛剛係九五級嘅。好啦，創作樣板嘅唐先生嚟講評啊。係，如果你老師。規模就是基本上兩個上線呢，因為兩個共鳴點都是全部都前面，哈，屁股在一大邊，所以我建議你唱嘅時間，你上線拉遠，唔好講硬硬實實，遠突有啊，但是如果因為共鳴點全部都前面的，哈，較前面哈，你就彈唔到嗰種上來嘅氣流力。他們建議是講啦，拿麥克風拿開演習咧，人個上都按前面，就唔是按拳，人家看哪檔拳啦哈。你只管是離一隻拳頭，人個上唔離一隻拳頭，距離應該很拉。有千言萬語記在心邊，相思苦悶重編。他把要注意講，這個後年頭嘅保養。我相信你講在正常嘅呢個情況之下，應該會有不差嘅表現當中。尤其你現在也較傳統嘅嚇歌曲也動勢還唔錯啊，嚇，這個本身嘅條件都保養好來啦，本人建議哈，加油加油，謝謝。謝謝老師。好，謝謝啊，嚟看分數。請規模嘅分數。冇講，差一分。沒關係，打爽。係先，唔啊，這簽是淘汰咩？係啊，先生係冇討論下嚟，嗬，咁樣辦啊。安子先，好，謝謝，多謝，好，在面當坐。好嚟，沙下來。陳優娟帶來《行高》。來彈看啊！現在這首《行高》，希望這一關也可以行高，加油！行過河吧，四年的安多沙，行過樹下，做了幾多年家，寒色天涯高松高下，唔知過嚟有幾多年，行過西路，變得愛你唔出。行過天橋，親像無人照顧，寒色天涯高也高住，幾多春夏秋冬，比個東啊西啊，比個天地。比夜暗叫到也比你來難的，不管行北行南行到哪邊，行起路不卡最相愛轉去，比個東啊西啊，都是給給咪，比夜暗叫到也比你來難的。不管行啊行到哪邊，不可永遠的心獨立。不管行啊行到哪邊，不可永遠的心獨立。係，真讓我想獻一條歌誒。一條歌。之前有聽別的參賽者有唱歌，嘿，啊，想講，自家咩係對苗栗來台北，來台北工作，嘿，那就想說，就是很多年輕人都在外面工作，然後回來其實。
故乡啊，还是会对，常常还是会找时间回去看看这样。对，这是孤勇行过一条路啦。系啊，不会想念不卡嘛。想念不卡，想念不卡。伊嘛迄因为来参加比赛吼，要慢慢的跟呀客家话念过来。慢慢的念。对啊，像每一摆来比赛一个位吼，比赛个位，他都要对着镜子，吼，种安尼不点那种的有无？真冲啊，对姜啊，真冲。对着镜子。没有啦，就是看一下呼吸那些。看一下呼吸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是什么？没有啦，有没有正常的呼吸？很认真呐，亲懂认真呐。对，很幽默哦。没有，不错哦。差你很多。啊，来看下欣赏用版哈，去唱一条歌诶。谢谢惠老师。佑君，其实亚龟来讲哈，出现了非常多的年轻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反而觉得对我来讲还有一种挑战。就是对我来讲是个挑战，为什么？因为亚洲舞台真的很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年龄层拉得更宽，让大家能够来享受亚洲舞台。所以讲，佑君比较可惜的是，其实亚个上映啊，当戏份，所以讲亚归属国的整体的 pitch 啊，讲的音准都偏低的状态，所以讲。也还安尼讲的迄基本技巧，所以在这个技巧上面，他如果没有达到一听 OA 嗰种水准的话呢，我影响到唔想去唱歌的心情。所以还有一个动创业的问题，就是讲大家糖都要种上音的时间，经用的样板上要种也件事。所以我希望讲有一件事情我先给的地方就系讲也个音准。一听我唱到唔出噶，应该人讲嘅可能冇法度100%嘅法清晰我们80%你要抓得到，所以要平均来讲来看的话，就是它整体上面都偏低的状态之下，这样会很可惜。美国东啊西啊，美国天地，美的安求头也美丽来人地，不管行北行南行到哪里。所以我希望讲，其实也个上音。来唱亚术歌的话，人讲的音准迄标准有啲亚档吼，其实懂适合唔唱，真的很适合。所以我献歌的部分，你绝对没有问题，哈，绝对没有问题。啊，不过就系讲，我希望讲，后生人的心血能够再更多的燃烧，人个客家话观念更较多转来，好，观念更较多转来，对你来讲有帮助，好，对唱歌的方面有帮助。所以我希望讲更较用心。呀，嘅地方，安尼好不好？安之 C， 谢谢。好，安之 C 哈，来看一下分数咯。陈佑君的分数。哎呦，김빈이怎么了？哎。现在今天风水不好啊。哎呦。哎呀。김빈이用的嘎塞。啊，那回去再继续照镜子。好，可能照的不够，可能买的太小，买大一点点，咱们定做。好，暂时淘汰，好，暂时好，看欣赏讨论那个有办法分杂转来嘛。好，安之 C， 谢谢，安之 C， 好嘞，回做休息。好，杀下来。王伟带来属于我的地方。来，弹看啦。弹过杨树各位很。第2首会的客家歌。对。哦，你练几首了？2首。有寒时节，你们会了吗？给我唱山歌啊！我唱山歌，关于有寒时节的比亚。来哦，有寒时节。唱山歌呐。不错，可以了，不错哦，高年嘞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威。那我这次要唱的歌是属于我的地方。那希望我的家人还有我的朋友们能够听得开心。
水中的羔羊，奔天空扬色，又怕又蓝又世间万有，永远要做法，喜欢也感觉，心中有片晴朗，不想去大家烦恼事情。想必到未来，请希望。呀片天，呀条路，一弯弯又一夜。嘿，爱的理想在梦中团过，爱一直在保护心中属于爱的地方。咱唔知未来係乜嘅世界，唔會睇嘅是皮的愛，無論實現係唔係圓滿，路上溫暖的聲音鼓勵愛勇敢，心中有一個信仰，就不停地來繼續行，有唔係地方，那係天堂。有萬萬的歌，萬有發作用。有萬萬的歌，萬有發作用。要不然有较太淡的哈。有比较，对，有比较那个习惯一点。对啊。哦，松柏有讲到讲，以迄瞒着家人来报名参加的嘛。意思对不对？要不然去中开，专一从给爸爸妈妈讲，好。对。爸爸妈妈谈多的时间吗？他说。你又不会讲了吗？哦，你又不会讲客家话，对啊，怎么会想要去参加这样？对啊。然后你要说什么？然后就是矫正一下我的那个发音。哦，家里面的人会讲。所以他们也认同，是不是？哦，对。有很开心吗？就很期待这样。感觉还好。啊？感觉还好。哦，通常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小孩在那个电视机里面，就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对他觉得我是来那个乱的。干嘛啊！真的哦！哎呦，我坚守啊，天生抹起去。喂，俺姑有婆买翻锅女了。哦，哎呦，唐公要说各位很第2首会的客家歌。对。哦，你练几首了？2首。直接讲评。哎，刘老师。你还有上演讲客家饭堂的事了哈，听到吗？可以哈。你还有上演哈，就是选那个动物特色的哈。但是我给几位年轻人建议一下哈，只要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，我们这个是比赛，歌唱比赛的节目，所以说唔係歌數碟唱歌表演。不過你還沒有發過片呢，來那邊唱歌的時候，你必須要人家發音要正確。所以我建議一下，邱信怡他是很不錯的一個創作歌手，南部的，但是佢發音哈，攏人家講西音全部冇腔用。我講的意思就是說，他的發的音跟我們講的不一樣的時候，你啱好去學呀詩啊，其實你有很多聲音根本是唱錯了，所以這個是會造成人家講西音呢，去學呀，所以的邱信怡他們南部腔的哈，特別注意。就那個之前我們那個仲偉哈，宋一熙其實跟仲偉沒遇到同樣的一個問題，就是他啱會唱嘅詩啊，你像黃威很多這個，我就講最簡單，愛一直在保護心中屬於愛嘅地方，就跟愛嘅地方心中一直這3個字 ，N 西煙講那個往下，但是他發音全部都不太一樣。愛一直在保護心中屬於愛的地方。一點就我特別要
利用这个机会来讲一下哈，我们所有参赛者应该注意一下，你的麦克风用的镜像麦克风。所有歌手的产衰时间，你的麦克风一下就拿到这么高，我们讲有10个有8个会挂点，为什么？因为给他熟的嗓音低调偏的是叫中频，口腔中频，中频的含义之后丹田就会压一半，所以你去注意看说，我们专业的歌手一装的时间，镜像麦克风只有一个地方有声音，没有2支麦克风哦，所有的卡拉 OK 啊 KTV 中，除了大型演唱会个人麦克风之外。其他麦克风只有一个地方有声音，就是我这个麦克风，你去看哦，你去试哦，我所有地方都只有偏音，只有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才会有正确的声音，就在下巴这边跟这个同步，然后这屁股翘15度，然后声音抹霜的时候收下巴，很容易，你的丹田肌才会红。回去练一下，因为董罗参赛者哦，那么的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，你一下来怂了，大概你分数都不会很高，你丹田气只会上一半。好不好？所以你还有上瘾，就下次选歌的话，可能要特别注意对吸烟那部分的哈数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个还有拍子的问题哈，我绝对节拍的。今天呢，有几个点。第一个，今天小康老师前面的音乐非常的漂亮，那个画面是出来的，结果你进歌的时候，应该是随着那个音乐的感觉，水中的多样，而不是。水中一出来，我们的全部被你吓醒，所以要记得，这个编曲在你唱的时候，音乐跟你是有相关系的。编曲编得安静，你要记得这里是静静的出来，顺着那个编曲，不然这个曲子编得很漂亮，如果你没有办法跟着的话，那这个编曲就很可惜了。好，编曲强你就强，它弱你就要跟着它弱，弱又有很多种，是意境的弱还是情绪的弱？好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再来一个。请希望，希望哎，你说啊，我充满了希望，绝对不是我充满了希望。所以当你请希望，你这样子是没有希望的，声音也不会有希望。所以当你有唱到希望的时候，希望你用眼睛往远处看，那是你的希望，你的声音也会有希望，你的声线就会上去。好，这个是给每一个参赛者的意见。记得在唱的时候，你的意念都可以带动你的声音的。好，最后有弯弯给眼光，然后还有花草香，花草香，多美的画面！可是你的脸部表情是这样，啊，很可惜。那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画面，你的脸像这样的笑多可爱！你看拍一下，多可爱！当你有这样的笑容之后，花草香我们就闻到了。好，这也是给每个参赛者的意见。当你唱到这个歌词是如何，你的表情做出来，你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就能够有味道。给你这个建议，希望你可以继续努力，继续来比赛，多学一点客家歌，加油！好，谢谢。用台就用起来哈。係啊。還以為迄個原意咩吧？就反正來一擺就學佢調到咗嘅。好，講分數。王 V 分數。咁你我學第三條吧。先學定來啊。學定來，暫時淘汰啊。暫時的哈。好冇？好，先生，夠冇係我本轉來哦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先賺一筆當我籌哈。好，下來係陳同志天意識別淘汰賽。哎呀，好困題喎，高 up 淘汰賽啦。而家流行嗰個組結個哇，似咧10伏的5個呀。哎呦，得6 video 下來，哎哦。差78就安尼，全軍覆沒，對吧？我猜。哎呦。但是現場要討論啦哈，希望哎呀流行哎呀傳統組嘅7位哈，咪全部都保存下來。好嚟，介紹評審先生。賴明靜先生。羅英英先生、林振宇先生、李秋華先生，講規則咪係嘛？講規則好。係啊。哦，講規則就有搶到賴認真先生。各位今日參賽朋友哈，今日係高壓淘汰賽啦，所以呢，一定要注意嘛喏，要注意啲嘢，一定要節拍哈，然後呢，老師要然後做韻、表情等等啊。嗰還有最重要係嘛呢？就講上一段開線嘅時間，一定要
评审老师呢哈，评审先生呢有同大家讲，人家的各产业要注意啊哈，下礼拜呢人家就要听啊哈，就爱嘛呢要注意了哦，哦，咁樣希望呢哈，今邊可以全部都過關啦哈，大家加油！嗯，馮小燕帶來樂山歌。哦，一邊啊，一邊咯。大家好，我同老年帶來台最好嘅成績係第3關，希望今邊做得過關，我就會到第3關嘅，安子生。有限时间。 贫穷富贵，命中天身体健康。 主持人好。你干妈，你干妈，好名人，你干妈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啊，係啊，哦，人講哦，一般講，你都不會學唱歌嘅，嗬，我同先生講嘛，誒，佢好好嘅，佢做到要9年了，真的哦，佢9萬年了嘛9萬年，9家屋卡費用啊，真的，你教家裡費用唱歌啊？還有我女兒。 哦，我女兒好漂亮哦，講哦，像萌芽一般。萌萌啊，條到手呢，想說，哎，要按講嘅聲，會醜的體葉片，還有氣質。有氣質，有氣質。啊，你費用冇帶來啊？在外面。在外面啊？嗯，在外面。給我講下嘛，你不講？嗯，我準備要教他，還不會講。還不會講。中文都不太會。哦。我有時候還要跟他講一些英文這樣。哦，講英文啊？沒有啦，就簡單的。 哦 ，OK 啦 ，Hello，Good morning。啊 ，Go to market。Go market。market。拜花。青菜。女兒會了嗎？可是她說她不敢唱。哦。媽媽有講。 啊唔敢唱哦！叫我唱唱歌啊！哎呦，關於有限時間來比下來哦，有限時間。唱山歌啦！不錯不錯，可以啦，哎不錯哦，高嘅呢。謝謝，你要打幾分？哦，沒關係啦，都一樣。嗯。其實我希望講夾費用做得來啊，好啦，節目比賽。 你真的很熱忱呢！是嘛，真的，佢安尼節目有史以來，有開頭以來吼，千有看頭一擺，費用來安尼節目比唱客家山歌，哎。他如果會的話，我一定帶他來。哦，那你要加緊
加紧练习教他，好不好？好照3餐来教。唔是会线，直接来，直接给扭了。哦，扭了。中东用班的唐时间公平。赖老师。冯秀燕老师，今日创落成个哈，趁日饮这也好啦，哈，也个处理啊哈，温习处理了，就处理了以后，啊，就双拜回线的时间，也个缺点嘛哈，全部就有改进了。但是呢，我又看到，假设唱歌呢哈，什么呢？吃言流流啊，然后呢就讲唱到呢哈，当浪线唱行云流水样安尼。但是呢，家下我看到。同阿峰哥同何俊亮成出聊天家用哈，就打嘴鼓家，人家表情当吃言啊。但是你唱歌家哈，全部翻啲表情翻啲，人家点毛喺哪里对调一下，哪里表到给他会唱歌家哈，安尼翻，我相信呢哈，然后你咧喊你这个毕业时间就会有较好的成绩啦。有限时间。冲山歌呐，好，所以呢，有點希望唔使唱歌家下莫按嚴肅，嚇，比如講吃顏料嘅，就像家打嘴鼓家按你樣嘅，哦，加油嚇！謝謝老師。好，阿子先生，來看一下分數。係馮秀燕的分數。好彩哦，因為有單好加仔哦，另外一邊單一的3分，安尼啊，好彩，誒，糾正啦。謝謝。哎呀，哦，安尼下禮拜再個變，加油！恭喜！我哋準備當操，我哋殺下來。錄音筒帶來平板。我哋彈緊啦。係叫佢做長平板，希望莫緊張，哦，恁就順利過關，大家攏愛加油。一生浪流來，唔怕了煩惱，三十了春那頭，愛過了。浪子回了頭，沒有死了也難，看見了沒有福啊，又買了。認同吧？係。我其實都是飲鹽啊，唔免得飲奶哦。誒，雙白有燜高鹽嘅，可以講鹽嘅哦。請貼俾你。你看上那個白冰的哦，好漂亮，打扮好漂亮哦，我認不出來。哦，你這個介紹人介紹我才曉得，哎呦，這麼漂亮。哦，你這個就只看女生啊，都不看我們男生啊。還可以啦哈。咩啊？呢度白冰應該上屆節目哦，打扮成這樣。哎呀，竟有打扮模這樣呐？懂這樣啊？哦，攏懂這樣啦吼。鹽道。哦，你看邊邊這個節目以後看到，係啊，哎呦，咩危險，鬧嘢打嚟台比賽嘅咋？你講名啊，樣啲哦，冇
唔知哦。哦，真的哦，真的哦。個係出咗個樣啲哦，認唔出嚟。哦，哎呦。阿爸唔記得注意用啊！我哋安尼任何一台有冇直接出現本群度哦？嚇，我認出來呢，咁冇漏開哦，點啊？大班講啲會大班冇係大班。呢度佢個人其實會撞嗰種粗氣。係，我啲我話要蹦入去本群。哦，通通用版的唐先生嚟講緊啊！羅英老師。你話說吼，因為從你係平板，貴屬堂起來感覺動親切，吼，就係一般安尼可能係供染料啊，還有係描紅白白些，大家哋個搞氣質啊，冇就重散過嘅嗰種感覺啊，吼，所以動親切。是講因為比賽還係要注意哦，吼，因為你要用樂隊讓你伴奏，所以你個你係節奏啊，吼。唱機唱，會急會慢，嗬，都係成意哦。譬如講嘅提子機嗬，唔怕罰，唔怕到你係罰嘅時間略嗬，感覺當上從中急咧，嗬一點點，嗬上講當危險冇，一嘅講要從到落幾條橋下，要行入機，嗬。一生浪流來。韓國第三季也係浪子回頭嘅回，也係強樣哦。本來想講當見狀，你可能就會比佢哋很下驚，一幾種從到頭嘅時間，就留佢哋強下，嚇。所以就係應該唱嘅節奏，嚇幾急幾慢，彈樂腿，嚇。冇呢個你係貴屬嘅感覺，愛去到當好堂，嚇。韓國呢，你自家寫嘅歌詞，那寫到一號，嚇，按好嘅歌詞，按好嘅樂腿，你唱嘅些節奏聽出去注意，好冇？好，其他嘅我知道，唱法都當好，好，是冇？好，好，乜歌冇？誒，錄音堂嘅分數。哇！哦。冇歌。爸。係這樣來好嗎？關於幾張，反正就多看電視，都多看落去，好嘛？係啊，好嘛？是冇你呢？安住先啦嚇，安住先，多謝。沙下來。林義劍帶來樂山歌。來，等我啦。可愛山歌咧。大家攏過好唱下啦嗬。當好唱下，大家當好啊。131好唱下嘛？好啊！好地少人講我都打。低題了。家江城。你之前有通過節目當中，立秋啊先生有教，佢就來talk啊咧。哦，安尼哦，哦。可以嘛？你做到我就唔理啦。係啦。我細細都聽係把學生歌，我根本來比賽也唔會當緊張，我根本唱係樂山歌，希望我根本能夠順利過關。客家山歌，天河灘啊，就愛呀。從啊邊台上粉色。
我为山歌嘞，因为变后上来。祝情也好，你好，点歌。生日特殊，唱到有喜咪啊，心情又快乐，你拜了交朋友诶。哎呦，哎呀，你交很多朋友做嘛呀？是交朋友啊。俺交很多朋友做嘛个呀？有上次唱歌好唱啊，有。唱冇咁熟悉诶，熟悉诶。大家拢過好唱下啦嗬。當好唱下，大家當好啊。唱歌人都愉快，是唔是？一生要好唱下嘛。好啊。好得有人講我哋低題嚟哦。低模嘅乜緊嘢嘢，可以度較過啊。咁樣啊？粗言。也做唔到粗言啊。哦，粗言啊。粗言。唔俾講低落去，感覺佢度較過啊。低落去嗬，感覺似到下。較唱高聲係咪？安全感。嗱，靚咗條zan啊。做唔到哪起來啊？做唔到哦。做唔到。做唔到哦。冇協調嘅咩？低落去做乜唱劉文正樣嚟啊？哦。光條嘅拍雞。啊，拍低。嚟，唱到樣版嘅唐先生講評嚟。林正英先生。嚟阿金叔哈，我睇拜一頻道唔哈，最主要嘅乜嘅，一個強弱廚房自由，嚇，本然談到都當順利啦。啊，就講有啲人成個唱出來真好嘅人，個老人家還好嘅，可能要差一截，嚇，一順利嚇。但最重要嘅呢，就係我親運氣嘅就係唱家嗬，就係個喊出去啊，嗱喊出去嘛，嚇兩樣啊，有啲人會搞唔清楚，我喊人，我喊啊，成個用喊出去嘅，嚇，啊你方式嗬，但是你那邊唱家嗬。也喊出去喊嘛哈，意思是成個在浪掉出去啊！唔變到了嘢哈，大約呢唱拗下來哈。安息水果喊出去啊！但是整體上來哈，非常的好，加油！謝謝，謝謝，這個三國世家呢，開玩笑。好，來看一下分數。林義健的分數。謝謝。厲害哦，厲害哦。你知道滿意嗎？好。做得啦，做得啦，係啊，創成績出來，分數難為回事情。哎呦，佢87分了嘛，佢就咩？87分沒賺啦，沒有賺啦。我冇賺咧。我冇啲啊錢啦。好啦，恭喜啦，恭喜！謝謝。我哋沙下來。其次我帶來五港歌。來，聽下啦。係叫咩唱嘅就係五港歌，嚟依做有比賽過，希望做得過關。
目标好了，继续。我感觉团队要调个节奏哈，那个音乐风格是像比哈，较有味道啊。敢讲。阿姨，你创嘛个啊？创嘛个意思的呀？敢。嘿，敢讲。啊，伫尾创嘛个？嘿，立秋下老师教的。你之前有谈过节目当中，立秋啊先生有教，有谈过去唱，去这个talk啊咧。哦，安尼啊，哦。对嘛？唱到唔好就唔起啦。係啦，唔係人自己打扮到按狗鬼，啊唱嘅條歌唱到有意思，對嘛？哦，係啊，唱到樣板嘅唐先生，好，做誒，做大家唱到立秋啊先生嚟。好，唔嘅有點誒，啷傾天，好傾天是講緊阿鳳，可以講嘅，伊氣質啊，怎麼知哈？唔過呢首歌曲哈，屬於16首慢嘅歌曲。慢的歌曲咧，對你來講，你嘅年紀嚟唱，你係慢的歌曲咧，你係氣不足嚟講，你就唔好表現啦，有冇？你來到後邊，你氣就不足了嘛。感情方面，表現都冇講當好啦。啊，你聲音可能叫佢唔點樣咪，感覺冇遐實貼。要是歌曲嘅感情咧，身體嘅律動要有，那表情要裝出來，因為你係屬於遐愛感嘅歌曲。哦，唔做乜起嚟啊，一好表情多大，就遐唔好。哎，還有思想嘅時節，阿哥真傷心，真。冇心，你唱到得晒嘢唔到個思想都個唱，真傷心，心起咧，真傷心，心，所咪所，那潤要加起來，嚇，要用下就夠潤。你講上到女點點，泡個多水喎，睇到1/4，思想阿哥了會咩腔咯？不感覺，你嘅氣。還有真傷心，冇裝到心，因為暗生咗甩條嚟，嚇。等到那一日最尾見那一日，泡個咩多水會睇到好加鹽冇鹽，所以你記得你唱高音，盡量將視唱為張，在度做潤，能夠你視唱張，要做潤做得好，係最好的。希望你還會加油，好嗎？好，好嚟，看不住。係先好，阿姨，不好意思。我做到按歌規安尼嘅歌啊，冇歌係啊，是哩。我先再嘅到邊當坐下來嚇，休息下來啊。劉彩霞帶來平板。因為我上班呢，冇組織到唱兩隻四五場，希望你能認真唱，我唱嘅歌你會喜歡，睇這個讓我加油哦。山高嶺唱哪來呀？少年郎。
谢谢。蔡阿基呀，哦，两位帅哥美女啊，谢谢。拍摄，拍摄嘛，给来，因为上次哦太大意啊，可能讲笑话，no 都还蛮见过啊，将来就会唱还是不记得了，所以现在认真唱就不会。no 赚。你现在讲的笑话，我爱是不会谈嘞，谈到什么英文啊？啊你啊！我这是电脑听过我就记得，下次想了你讲成我每一个字都记得。哎呦，你有这种天分呢哦！我演技的关系啦，有嘛个？妈个拜拜，我礼貌嘞！我赶紧讲好那个嘛，甜甜啊，好讲笑啦。有演戏，但是没有，我喜欢开玩笑。38岁嘞，38岁，我喜欢开玩笑，是不是？佢即下歌词，迄個就用破唔起來啦。係啊，水橋啊，出夾帶，police style你嘛？沒有水橋啊，那個法度是哦，你講起用嘅哦，我沒有唱過就忘記了。真的啊？啊哈，真可以剛才一條吼分享一下你的主持那種精彩的那種狀況。哦，我喜歡耍寶啦。耍寶怎樣？耍寶就是開玩笑，是模仿啊。哎呦，模仿嘛，該東西。模仿嘛。很多啦，比如說聲音很可愛啊，個2-3歲啊，在錄音間行路啊，還有講笑話，還是還會講。聲音的2-3歲學幾叫啊？唔係學幾叫啊？佢冇學乜嘅？佢聲音嘅人唱嘢講法係漏風啊。唱得好嘛？佢出唱嘅講佢嗌個阿姨嘅聲音啊，佢記得講嚟唱歌，其實會很個。阿姨。你好可愛喲，唱歌我都好愛聽呢。哎呦，他我就服他，我說阿姨唱什麼你知道嗎？不知道。哎呀，不知道。哎啦，聲蠻拗呢，我就喜歡學他。真的哦。還有錄音㗎。我頭擺尾以後學聲音嘅。哦，這樣啊，個錄音㗎要喊他神氣哦。我學三太子。啊，我跟你講啊。好啦。錄音㗎行路誒，又好可愛。要酷杯係咪？唔係錄音㗎啊，因為我個孫咧同我嗬講，我我個阿婆是冇出來哈，叫阿媽好可愛哦，那個阿祖哦走路哦像星星呢，走路很腳白白。好，行路歸慢呢，係咪？哎，對啊，我說那阿公呢，他阿公還更可愛，拿一支拐棍呢會抖哎。啊！我就想說，這個小子那麼可愛，2-3歲就低啊，2歲只愛個孫的2歲，其實不很。哎，阿祖看到你說，阿祖你好，比如說看到你哈，其實會講，主持人你好，大哥你好，帥哥你好，美女你好，這麼會講話。佢看到佢麥吹歐巴桑，大神婆你好，我講一樣2歲的呢。哎呦！佢唱國語短號從3個班上唱，你是我的小婆夾爸媽，把這種湯阿姨，你像阿媽，好愛唱歌。不能像阿媽嗎？像阿媽很好呀。其實是講。愛唱唔可以耍啦，愛就搞個孫咧，咪耍寶啊，見乜好愛啊？啊唱歌咪啊，今天聲音真厲害呢，2-3歲只怕佢都不好咧。當你在工作的時候啊，我唱歌太爽。你孫呢有看過嗎？看過你在表演。我就唱歌，記不啊？記住講，那個是阿媽在那裡唱歌啦。哎，你知道，我說這你要不要唱？記會這個必須發票。哦。2歲只。舞台當中根本學聲音嚟係啊。哎，不要看哪看你，比如說你要表演什麼節目啊，是不好？哦。啊，不要錄音㗎，行路啊，是不好？哎，做3班忙啊，要不？啊，做拍夫嘅，係咪不？哦，台夫誒，拍夫啊！拍夫啊！好啦，摸一下，衝提起，哎，你喺幫人懂操作，謝謝，慢慢留定了，留定了。來，這種就有希望。先談欣賞的公平。來，認真欣賞。排謝，謝謝。劉彩航是哈，你記唔唱啊？其實人家腔調啊，哈，起碼咯，一種腔調呢，一般嚟講嘅話，你就從腦背做唱嘅哈，一條像一條歌數啊，大部分都唱一種腔調，千路堂呢，但是有點問題嘛咯，因為唔俾那腔調卡起嚟哈，所以人家私音嘛會冇爭啊。唱歌唔唱嘅時間哈，音樂國家哈，因為人家腔調要做快啲做鐵突起嚟哈，所以鐵突起嚟。嗰然後你人咬絲，因為個腔調，所以人咬絲都當到冇爭啊，來啦嚇，衝來啦，嗰然後咧鬧連嚇連嚇，唔好講鬧連嚇。山高嶺唱哪來呀？少年哪來連哪？嗰個老人係老，唔係人家注意腔調，人家因為要做強，所以呢私人就會做啲啦嚇。嗰個呢後生談轉嚇，唔係轉
好，所以呢，呀问题哈就讲哈，唔创嘅歌我聽到，一強調親熟悉，嚇親有冇就講特別喺度，我係咪會唱紅機器嘅咩？嗰種強調呢哈，就講喺度歌數也就會按嚟唱啦，但是呢，就一片面嘛咯，喺度變到嘛咯，削足實理嘅啊，就講呢，喺啲腳啊嗬，呢個係手腳，唔係喺啲腳喺度手係。哦，唔好將一強調去立架啦強調，雖然好聽，但是試驗喺非洲嘅話就變到牛屎無爭啦，一個問題嚇。所以我想講，今日喺度，因為我記得上擺喺度開設人家下游嘛嗬，伊想要對劉太行公司呢，有講起一個問題嘅樣啊，所以呢一個問題喺度應該改。最重要嘅問題呢嗬，係乜咯？係入國家下一強調變態啦，就是一條一個問題啦。咪拖冇對，唔世界應該有感覺。你像我創嘛個成個版的強調，其實唔是，就只有唔世界意思創就做得啦，嚇。所以呢，我就知道講最大問題係因為你做得強，所以呢試驗就拗走嘅。好過人係入國家就睇問題，好，所以呢也希望劉公司呢嚇注意下，加油嚇。好，他們都是懂孫啦，但是變咧都咬絲，可能係唔啲線上樣板嘅評分嘅規則。咁就看咯。係先，我補充下，我哋要講我哋評審先生，如果做乜會評案嘅分數，我哋會評案嘅分數絕對有原因嚇。你猜下手指，你非常活潑發發，嚇表情挺輕鬆。咁個作家賴老師講嘅，你嘅強調，嚇要入強嘅時節，嚇你多少飛飛，所以來呀，嚇咧，你當到你係哪位乜嘅，你會歡喜。哦，三個我一直我都一直強調，四季八節特別注意。所以你哋準備清學堂，唔過你就歡喜，當到歡喜嘅所在。所以哦，還有感覺係不起不着。係三個啊，創條三個，冇三個。你為了做個人，創條三啊個，三係一個嘛，三個嘛，我哋牛屎特別注意。唱漂亮來山。歌啊，來家來耶那。今邊那係講蘑菇館啦，嚇你講到萬一蘑菇館，他反而係要反雜做呢時間，本就建議你哋高數機的四季八節，咬絲歡喜特別注意，好嘛？加油！謝謝，好，謝謝。好嘞，看分數。劉彩霞分數。萬山有同啊樹啊。比數我叫佢一點都不慫，非常有大閘蟹的那種姿勢。是啊，對不對？大閘蟹姿勢。大閘蟹啊！虎爪，俾人哋夾到。不好，对、啊，那来应征的人很多呀。是啊，有一位就打电话来，打电话问我说，我有应征上吗？俺是说等候通知。嘿，记者老板讲，你给我小心一点哦，我知道你哦，我每天都去跟踪你哦。来呀，你来呀。喂。分數，劉彩霞分數。謝謝。拍攝，這裡。謝謝你，謝謝。安尼嘛，可能有個呢簽字淘汰，還有翻查機會哦。謝謝你，謝謝謝謝。啊，安子姐，好。好嘞，殺下來。王水雲帶來三個字。好嘞，等啦。大家好，今日帶來一首三個字，老師講冇問題。希望有當好嘅成績，加油哦！萬山有同啊樹啊，開拍。強強衝。
你好，永仪主持人，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福山果然福音演人，天天都啊唔會唱嘅。唐嗰個嗰種福嘅呢，6、7年、19年呢，有冇？那個氣質濃厚，比蘇巴狗比羅伊，一點都不慫，哪裡？非常有大閘蟹的那種姿勢。是啊，對不對？大閘蟹姿勢。大閘蟹，五爪，俾人哋夾好。大閘蟹咁樣人哋比。喂，他不會過來，深夜會倒了，喺度死咯。好咯，有天翻嚟。天喺酒台，係。冇，我算錢，唔是，算下便宜點位就好啦。唔是，食到安心青蔥腰，先生忙，好。誒，嗰位嘅林展宇想要做大苗栗嚇，做咗一日嘅，做大日福建頭婚呢？頭婚，係啊，呢個是大閘蟹出錢嘅啊。而家咩頭婚嘢咧？我係公館，但是係到南莊嗰邊哈，熊毛蟹嗰現場品蟹，對，有那個品蟹館。哎呦，有機會了，有機會啊，來生啊！這個好唔錯嘅，真自然啊！太好了，真見就睇。好 ，OK， 好。誒，公平啊！來，先來公平啦。誒，公平啊咪，羅伊先生啊。來羅一鳴老師講評。係先係魏先師的。唔正式啊！好，汪太姐吼，基本從你係三個字，首先我感覺吼，你從個你係不管你個腔調吼，也係個韻味，讀入個感覺就係當順暢，韓國個意境讀入唱出來，所以講本到建議吼，就係你個從你係溜啊、拿啊，你都時個時節聽衝咧。好，昨天還強調，因為佢唔係主要嘅事，好，佢只係單純幫助你才唱嘅時節，昨天還流暢，好，所以你唔係主要嘅事，而撈佢下數一點起來，哈。呢個提示記吼，可以拍法到啊，係冇啊嘅時節數，睇嘅時就到啊來數，吼冇如加只吼係講下危險嘅就會影響到個發音哦，吼，個按樣意思就會冇強弱，吼啊就啊，吼撈啲數睇記冇啊，吼加只好，該就倒出來咧。韓國呢，琵琶沙吼兩片，我感覺你做得從到喊下講，好，就係數嘅時間呢，該每音到佢數到喊下柔柔的喎，哈，啱感覺會喊下好，就是睇到你係意境，小橋到再顯就係哦，哈，所以小橋讓學到哦就好，唔是加只溜嘅些就加只詞，加一只發音嘅咬詞。好，係唔係要影響嘅氣的流暢度，就得思考一下。其他人嘅感覺都懂嗬，是冇呢？好，嚟林老師啊，你講了下嘅缺點在度啊，佢一講嘅呀嗬，啊，因老師已經都講嘅，但係我一講嘅係乜嘅？係唔創出嚟本人嘅感覺係咪？懂流順，懂流暢啊！哈，也恭喜你哈，慢慢的加油啊哈，好啦，謝謝。謝謝。好，安子姐。慢慢的加油，莫加按腳。好，慢慢的加。你細細的加咗啦，哈。是。看分數，洪水源的分數。謝謝。自由身，有天分，厲害，有天分啊！來加油，努力加油，謝謝。恭喜來，再位大學生，謝謝。好，殺下來。王碧霞帶來平板。大家好，我係客家嘅好朋友碧霞，我今本日愛創個平板，我想跟老大家講，好多人強用做啲創山歌哦。山歌了好馬衝啊，又好了湯哦。
谢谢。好帅哥美女，好糖，今太家好。哎呦，今日昨天都在用鸭的了。哎呀，规身躯的身，规身躯的，规身的全部这个 butterfly 哈。哎呀，用糖绳呢，用叶片就是蝴蝶。啊，用叶片，哎呀，真厉害呢哈。唔咩客家人，我做了阵那咧客家山歌表现都很好咧，厉害。谢谢。系啊。是梦你呢？谢谢。啊，歌星咩动态淡了。有那个？有咧名称，都叫小贺。啊。做会记，也职业，唔等下，也职业动态淡，叫小贺，唔好哦。是人他个讲呀，好因为哦，我是当会计的工作，挪用公款。哦，唔系，最近新闻报的个。那公司呢在征才，你也知道现在景气不好，对，那来应征的人很多呀。是啊。可是呢，我们要征求的员工差不多5名而已，那来了一天，对，傻，那一天里面就来了20-30个，那就有一位就打电话来，打电话问我说，我有应征上吗？我说，我就老来讲，爱。本老板通知，等候通知。嘿，其实老板讲，你给我小心一点哦，我知道你哦，我每天都去跟踪你哦。要对你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。对。有没有说来呀？你来呀？喂，告诉讲今明一会计很嘅放转的音好吗？好。哦。很你没了，你到底怎么还没来啊？对，啊，你怎么回答？你怎么回？我就不怕他。然后我说后大做你来。哦，你看嘛，你看他也是后大做你来。哎呦，好恐怖哦！还好我数学不好，没有当会计。所以当动态啊，我咩客家人咁耐都按呀客家舞台咧，唱客家歌，像我呀舞台，也当面台。来唱一下那个立秋华先生。好，又让当一台，吼。好多人唱客家歌，啊，肯听。你俩老嘅大擂台嘅舞台，不論乜嘅出拳嘅人，係只反映而來。你啊撇下嘅音質真好，哦。啊，唔過我今日感覺真可惜，你冇發揮。你潤嘅時節，你是帶人唱，你是哆哆來咪嗦咪三個六，嗦嗦啦哆三個六。嗦嗦啦哆啦，按个高音高吉他音来唱，对你音质非常好发挥。所以你一音大音，或者咁讲强音。三个六好马冲啊，又好了汤哦。因为你对传统的可能比较还冇平常时还冇去唱，所以你要俾啲机会转了，你哋跑道吼，帮你练习。不过练习你要注意哈，你的高音大音要慢做法吼。所以我感觉你几首歌唱起来嘛，强，又强冇又强，我心莫强又强哈。淡彩表出来，做感觉做唔来啊，你就好唱吼。所以我今日感覺，希望你下回唱嘅時，咧歌詞對你嚟講真好。啊，希望下回你唱嘅時節，你對欣賞對起嘅時節，因為我啲你嘅音質唔止按我聽你嘛，你都經過提過，對嚟發揮，較好唱，按你彈起來較順意，好冇？加油！好，謝謝。好本書，王平下一本書。在呢，在呢，好大力的来，好大力的来，谢谢，恭喜，什么啊？在边当走哈。安尼今日安尼节目都要告一段落了哈，先多谢安尼辛苦的评审先生安志生，什么先生辛苦嘞？哎呀，希望大家哈，开始好唱歌的朋友积极来报名，报名专线0993883900，还有纯正天发0227778231。好，等下来报名哈，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因为呢，好，还没有多谢。
辛苦的辛苦的欣赏，辛苦的唱水仔，辛苦的小跳，辛苦了啊！好了，同时大家我们记得下礼拜空的时间的时光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冲下來。拜拜。